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最近没怎么更新视频啊，实在是因为平时比较忙。记得刚刚从团里出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比较空，一天最多更新了5个视频。但是现在5天也不一定能拍1个视频。平时演出啊、工作室什么的都挺忙的。谢谢关心我的粉丝们。虽然平时时间很紧张，但是视频即便断断续续，我也会更新下去的。就像我最近发的帖子，虽然大家都在骂周杰，但是很多人都想有他的生活。最近大家都赞美二舅，但是谁都不想成为二舅。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家庭而奋斗。工作室很多小朋友啊，古筝、钢琴、古琴、琵琶都在暑假的全国比赛当中拿了奖。过些日子证书来了，给大家看。那么今天要去看看外婆。外婆的话，其实我一直想让外婆多唱唱，分享给大家，大家都很喜欢外婆的唱。但是最近外婆身体不是很好，可能是天气原因，胳膊疼啊，肩膀疼，手疼。唉，年纪大了怎么办呢？老婆，老婆，我上来看看呢。自家你个天也不开空调，就等我讲你肩胛痛。哎，皮包饭的。侬一只跟比起来痛啊，啥水？通知上头噻。那么，侬没自觉发汗。用不着开空调，我就来歇歇。不是，我。那么呢，爱去做证据了啥个？我要听这个风凉的。啊。那个热外婆。那风凉的去看看。哎，我要去证据来。那好吧，那个是我拎不来的，那这还难吃比较合适，送不来。我抢出去了。那个没接吃，你吃不脱还不点吃的。我带到高一来吃吃。不是，你到带你妹子屋里向等你多吩咐是哇。年纪大个吃南瓜海的。哎，南瓜是自己要的。好吧，那么你边把养海，下趟来等你捞平台啊。你为搿点思想记了3角了分落脱了哇？没有。既然你水痛，那么马上来带你来唱，让你杀杀你，唱2句啥？对，跑轻点，你总带得紧快。唱2句牛心灵。哎，还。家中。见识不甜都是非，我们紧张男人心里气，我也到处安于到处。没看，你走起来那个走稳。老婆，你身体摆动啊，我醉着。